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历正月28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楚欣。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武汉肺炎菌甲坎波迪亚甲德国拢出现诊断确定的病例，中国疫情上中菌甲会互 WHO 列作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玉山案昨暗开始落雪，民众若想要看雪，就要把握今仔日，因为明仔载开始水汽就无啥饱甜。美国军机伫阿富汗失事，塔利班表示是因的作为，不过美国否认是受塔利班的攻击意思。第一条消息真重要，武汉肺炎级别是布里亚正力。现时坎波迪亚甲德国拢出现第一站诊断确定的病例，另外中国到昨昏拢总4515个人致病，106个人死亡。因为中国疫情严戒 ，WHO 可能会搁再讨论，敢要甲武汉肺炎列作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疫情继续发烧，而且暗时传出柬埔寨、施雅努市甲德国巴伐利亚省拢相连续出现境内第一件确诊案例。到1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0省的累计确诊病例4515例，当中976例，累计死亡病例106例。世卫评估将中国列为极高风险。可能会阁开会讨论，宣告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And it's really critical that hospitals make sure that th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at they have in place are adequate, and that standard IPC is adhered to at all times. 世卫表示，秘书长谭德赛目前已经前往北京与会政府官员、卫生专家。只是要希望会当了解疫情的真实状况，并且加强甲中国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尽速控制病情传播。实际上，到伫中国各省一直传出确诊案例了后，即马北京也出现一个患者只有9个月大的查某婴仔，是全世界目前已经知影的病患中年纪上细汉的。把传染源控制住，我们就能够使疫情扩散呢，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缓解。一开始的疫情从成人开始，但是如果这个动物病毒已经有适应人类细胞，它可以有效连传染的时候，就会感染到儿童。世卫强调，目前对武汉肺炎估计的潜伏期是2至10天，即马并无建议任何国际旅游也是无有限制，也过呼吁高度警戒。包括鼓励机场对来自疫区的旅客进行发烧甲咳嗽的体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农历初四，热清地去北投行村，武汉肺炎菌甲热清地煞无挂喙炎，引起众人的关心。热清地表示，只要指挥中心标准停驶落去行，就无问题。我5点多起来到这边，大概6点，想要拿到就是副总统的红包，就是好彩头新的一年。为着要领到准副总统热清地的红包，民众一透早过来排队抢头香。但是武汉肺炎一直称悬，排队的民众会当讲每一个人拢有挂喙炎，但是热清地的伊逐天的行程满，当时要把喙炎挂开，为家己防疫。照我们政府嘛疫情指挥中心的决定。他们会去评论这个时机点，还有哪一些人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戴口罩。我们只要遵照中央指挥中心的标准作业程序，应该就没有问题。不过，行政院管制台湾的喙炎，唔但限制出口，佮要求出国的民众该当随身查5克啊。比较以20日家己面册呼吁防疫应该两方合作，敢若无共款的态度。热清地认为疫情中心会有专业的评论，佮强调中国佮台湾到隔一个海峡，疫情的源头一定要控制好。如果台湾跟国际社会共同帮助中国来进行防治疫情的话，也等于是帮助台湾，也帮助国际社会这个原则其实是很清楚的。那我之前用这4个字，是因为我从网络上看到一个在医界的朋友他传给我一些疫情的状况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一点。那如果中央还没有接受这个名称的话，那我们不妨遵照中央的决定。网络有风声讲，武汉肺炎已经确定名称叫做 SARS， 卫福部嘛出面否认，佮讲这是无正确的资讯。但是前一天嘛，甲武汉肺炎讲做是 SARS 的热清地，嘛坦白讲，伊是听来的。当时伊嘛指出，已经对经济一定会造成冲击，但是相信总统府甲行政院会做好应应措施。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今年台湾灯会伫台中举办，为着要提防武汉肺炎，台中市长罗秀燕专工去到会场确认防疫的事工。罗秀燕表示，防疫八大省强调地方甲中央的合作者嘛，防好定着袂有人芳。透早10点，文心森林公园灯区的施工已经到啊，工作进行先量体温、滴喙炎。伫施工中心还有医疗站，提供民众紧急需求，但是民众出门以外是滴着喙炎，嘛避免到人侪的所在去。等一下避免人多的时候带小孩子出去啊，一定会怕的嘛，对啊，而且有可能会是自己是潜伏期，自己不知道，然后如果就因此再感染出去，那不是罪过吗？来这边看完路人多的。会啊，也是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自身防护做好应该就够了。台北市长罗秀燕伫大年初四下早，都来到文心灯区来看防疫的情形。强调未来台湾灯会主灯区点灯了后，袂去冲来客量，依然是以防疫为优先。民众的健康跟安全是第一的。所以我们不会去冲这个量啊，只要你是在第一线服务民众、接触民众的话，那我们都要求戴口罩。另外，伫武汉肺炎防疫作为面顶，罗秀燕嘛表示，甲中央密切来合作，防疫无问题，嘛有落实着管理甲掌握。中央有把这些资料负责任交给我们，那我们也根据这些资料再加以关心。这些民众到目前为止健康状况到目前为止尚称良好哈。目前台中市武汉肺炎关怀的对象有20外位，自主隔离甲安置隔离病房的人，只是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统一公布。台中市卫生局强调，关怀对象是为中国大陆返来的健康而且无接触史、自主隔离是有武汉肺炎接触史或者是旅游史，但是健康无问题的人，卫生甲民政单位拢有掌握，请民众来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高雄有一名台商得到武汉肺炎，市府甲防疫心急做一急，市长韩国瑜甲发红包的行程拢总取消。另外，今仔日各病院开放门诊，要求民众伫出入口着量体温甲挂喙炎。先是病院恢复门诊，因为高雄市有武汉肺炎病例，病院伫每一个出入口拢放红外线测温器，而且警示温度调降到33.5度，就惊体外温度较低，要测到发烧的民众。警示的话，那我们会专人在用这个额温的方式去做第2次的测量，那同时也派专人来看这个民众是不是有确实的这个戴口罩。要戴口罩才可以进去。然后他这边有贩卖，然后有贩卖机。无挂喙炎的民众，马上要求一定爱挂才会使入去。对停车场入院的，嘛爱专车检测。因为有一些比较细节，我们可能也比较不清楚，那医院有帮我们把关啊。对啊，这样很好。病院大量员工都有防疫，不过高一初估春节第1天看病人数比往年减1半以上。另外，高雄市府政府首长春节饭红包的行程，嘛对28号开始取消到2月8号。市长韩国瑜早起到虎公山集合，红包就改由民众家己向庙方领。多多洗手，多多戴口罩。像我昨天到捷运去看，大概99%戴口罩，还是有1%的民众还是没有把口罩戴起来。韩国瑜强调，观察率依然有1%的市民出外无挂喙炎。除了呼吁一定要配合防疫，嘛希望人侪的所在爱考虑是毋是有必要前往。记者吴家川、大兴坤综合报道。新款的宝贝啊，玉山暗站开始落雪，到今仔日日时雪也搁落。不过民众若想要看雪，就爱把握今仔日，因为气象局表示，这波冷气流按明仔载到拜六，水气就无遐8度，拍算拜5会上寒。中部一般的气温恐也剩8度那尔。睡觉，嘉琪没有去吧？看到落雪，游客正欢喜，赶紧翕相。因为寒流来，伫日切这个初三暗时10点，玉山开始落雪，到初四早起8点外，拢也袂停。现在的合欢山庄还是飘着小雪。合欢山也自这个初三暗时开始落雪，到初四日时时阵，就规变做白色的世界。整个降雪量累计是来到10公分，那今天一整天几率是相当高。不过到了晚上，整个水汽就会慢慢的趋缓了。想要看雪就要好好把握时间，因为自29这个初5开始，天气会转做大冷的形态。早暗的上低温度会伫咧10度左右，自30到2月初1会更加冷。中部以北上低温度9度，
南部、东部是9度到11度。气象局也估计，这边的寒流上冷的天气会伫咧31日拜五，温度是降到8度。这是近2年来第一遍寒流等级的大陆冷气团侵袭台湾。2019年是没有寒流，2018年的年初是有，所以这一波大概是相隔来讲是隔了2年。气象局估计伫寒流期间，中南部早晚温差正大。离到东半部有局部会低降坡，到30到2月1号，各地是侪云到好天，到2号、3号寒流才会减弱。记者综合报道。艾瑞卡勒创作的红仔册，由沙塞刺毛糖受到全世界喜爱。这本红仔册今年拄等出版50档，都有基金会摕到权利，打算甲艾瑞卡勒5本册做好有形体，做好有趣味，互爸爸妈妈甲囡仔做伙看红仔册，做伙佚佗。拍茶做的亲子甲牛仔斗相共变身，若会斗顺利变3届，就代表降落啊！今日去泡面做的草堆内底，这个时阵囡仔就拿像豆糕共款，伫遐软来软去，甲手甲身躯叮当一个，壁顶金毛内底的灰金菇就飞过来。全部都爱玩。第一次玩吗？对啊。棒不棒？棒。我是一个妈妈虫。那你为什么觉得你是妈妈虫？我觉得妈妈虫觉得好可爱。徛伫金毛头前，甲内底的物件互动，囡仔人生甲真欢喜。原来进前读过红仔册、刺毛糖、豆糕、猪肚、牛仔，还有灰金菇，因的冒险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它的那个互动性很强，这样子对。以前都属于比较静态的，然后这个像那个声光，而且它都有融入那个故事里面的情节。我还蛮喜欢它的整个布置啊，我觉得就是很安全，然后小孩子也玩得很开心这样。用红仔册做基础，游戏做工具，艾瑞卡尔好好5顶造活动展。2015年就伫咧美国匹兹堡儿童博物馆开始展览，第一届离开美国，授权予台湾的信义基金会。这一次它其实是概念授权，也就是给你设计图，全部都在台湾制作。囡仔人用家己的方法表现出家己的想法甲体验，若是大人咧，切电人工，唔通鼓励翕相甲出主意，嘛爱对囡仔做伙佚佗。像这个木钢琴，它需要孩子的手的一些肌力。那如果你只是拿着手机拍它，你没有跟他一起玩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激发孩子有更多的想象跟可能性。他要有毅力，才能想办法那个甲虫翻身。专门办予囡仔佚佗的活动展，会当予爸爸妈妈甲囡仔有更较侪互动，甲更较侪了解。囡仔人是伫咧游戏了后，去登去看红仔册，找更较侪故事。记者综合报道。现时当咧休寒量比有侪家长真头疼，囡仔电脑摸咧，手机也咧，网络都用到无暝无日，甚至 WHO 甲耍网络游戏耍掉的这款现象咧做病症。但卫生福利部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补助大学办青年无网络的体验营，帮助学生囡仔改网络。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耍网络游戏耍掉列做一边，你若是游戏。网络社群、网络买物件、影音网站，拢可能互青少年调掉。教育部106年调查发现，国小高年级有将近2成是真卖智慧型手机，而国中、高中拢在3成顶下啊。等于讲是每3个中学生内底就一个沉迷伫手机的网络世界内底。没有什么疾病，什么发生率是30%的，没有，没有什么疾病，10%就很惊人了，30%。所以这个问题绝对是大问题。而面对这个大问题，即阵已经有北部找专家来解决了。相关结束要进入正式课程的时候，我们会先请那个爸爸妈妈把他们手机收走。只有小孩来的话，那就是拜托队服们保管。头一天，北部是斗阵参加，把手机收走了后，就是囡仔时间。这时阵无手机也无度上网络，改算团课游戏，到外口去行行，要各式各样的运动的课程。很累，因为一天的活动下来，其实到宿舍，其实我们还要写1天的心情，还要写日记。之后我们其实还有作业，其实回到宿舍已经10点了。那我们写一写，其实已经到12点，就直接睡觉。为替囡仔改除用网络的习惯，当然袂用干用各种活动，甲因的时间来踢满满，也必须要教囡仔使用网络的正确观念。有一些挫败感，可是他就发现说，他到游戏里面
他的天梯排行得很高，甚至他就把他们班那个功课好的人都打败，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所以，这种无网络营队就借由各种的比赛表演，让囡仔得到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风尚头，宗教对台湾的文化有不了重要的地位。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家己300档文化的底蕴，市府专工邀请6个传统工艺团队，甲6名少年的设计师合作推出展览。拍算2月至5月，伫台北大潮店展示，是够欢迎民众去到地眼界一下。用刀啊，将幼花仔碗刮开，伊加工需要的材料元素了后，佮将即寡脆片豆豆的黏做伙，原本伫庙宇厝顶呈现忠孝节义的工艺，加上动物仔保育的精神甲创意，变成城市活力的新代表。除了拉力以外，吼，山鸟也好啦，吼，也是台湾乌熊，啊，甲上顶面台湾蓝雀，吼，啊，每一支毛爱看较真。啊，尤其是伫面头前看，唔是伫厝尾顶的哈，所以爱去看磨。我觉得剪莲让我还蛮，因为它的色彩比较丰富，然后比较能够吸引大众的目光。现在全台湾嘉义唯一一个蓝间医师，就是现在的这个陈卓明老师。除了展览工艺之外，日本建筑计经的南京，伫光影的运用之下，变成室内空间的装饰品。传统的宗教车绣也拍破平面的规则，有新的视觉感受。真的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可以这么做得这么美，把我们的南京一个新的风貌啊，在台湾来出现，是不是能够再走入家庭啊，被年轻人喜欢啊，想要持有这样子。像那些葱花什么的，我就用布卷起来。然后再去把它剪断，然后就变成好像有葱，还有那个辣椒的感觉，就是可以朝着比较现代一点的东西去发展吧。然后看就可以比较多的可能性啊。光泽很吸引我，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可以很多样化，对，然后就可以比较深或是比较浅、比较浓的时候，还有不一样的风味。然后我比较喜欢浅的时候。传统工艺结合新创技术，互车绣加纸烧、色器、剪黏、南京甲茶艺，重新赋予新的生命。工艺伫遮毋仅是重新解释地方的文化特色，接落来也将上百展览，互更较侪人也会当伫过年了后亲自感受这个传统甲创意的新结合。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资料，通台湾视觉障碍者也就是目暗的人数约6万名。按照国际带路狗联盟的比例落去算，台湾尚无需要600只带路狗。不过现时训练带路狗当中的第一困难，就是找无家庭斗饲狗仔。台湾带路狗协会就表示会负担养饲的费用，希望民众小听训练带路狗的计划。囡仔看到拉布拉多真欢喜，拢围过来，伊也真乖，互囡仔伸手帮。你们都喜欢狗狗啊？喜欢。这是家养伫单纯家出来的导盲狗，无论伫咧厝诶，或者是出门，甚至上班嘛爱带出门。这是台湾导盲狗协会对家养家庭唯一的要求。时间一久也变做习惯，也诱发出来人的感情。导盲犬，我们不管就是要去哪里，我们可能去餐厅吃饭，我们可能去百货公司，去逛大卖场之类的，我们狗狗都会带在身边。导盲犬它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了。陈顺杰是全南道县唯一一户导盲狗家养家庭，已经做第3年啊。普通时做保狗业，上班带狗。等到厝的时候，出来人轮流照顾，也牵手伫学校做成功妈妈，推广3年外，最近才有人要甲因做连做。那个故事妈妈带着导盲犬来啊，我们怎么跟导盲犬互动啊？我好喜欢这个狗狗。了解了之后，前2周也去申请了当导盲犬的寄养家庭。你会不会很纠结、很不舍？我都跟他们说不会，因为还有其他更多的狗需要被我们照顾。即马伫中部的导盲狗家养家庭差不多20户。台湾导盲狗中办主任就讲。因为狗仔伫咧家养家庭，伫个这个1年，狗仔定定带伫咧身躯边，拢是无好推荐的原因。我自己是视障者，我照顾自己也很麻烦，我怎么又去照顾一个生命？那南投县的部分呢？我们知道，人口数这是这3个地方比较少的地方，然后在经济上呢，南投县也比较相对的比较弱一点啦。那所以在这部分能够投入的人真的不多。导盲狗协会讲，一只导盲狗的训练。
自细只2个月的时阵就入去教养家庭，1年外了才转到协会做1-2年的专业训练，才能正式服务视障者。教养期间的饲料甲健康照顾支出拢由协会出，希望除了有更加侪家庭来做教养家庭，视障者会当提出申请，和导盲狗协助因行出家门，融入社会。记者综合报道。昨即甲观众朋友报讲，前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星科比布莱恩在直升机失事，但美国阁有一台细只的军机伫阿富汗摔落来。塔利班的武装分子表示是因甲美军的军机摔落来，不过美军这边是否认军机的失事，唔是塔利班来攻击地数。无人机的机身小到后妈妈，也阁一直冲出白烟。画面上技术是美军飞轮机，这架飞轮机当地时间27日阿富汗中部的加兹尼省摔落来，因为摔落来地点是塔利班武装分子掌控的地区，非常敏感。对机事故一开始，还佫传出是阿富汗国营航空的民航客机摔落来，也毋过航空公司否认。阿富汗政府是指出，对机的原因是技术问题。塔利班是宣称伊降落一只美军军机，机顶的人员全部死亡，也佫有高阶官员被杀。美国随后证实确实有军机摔落来，也毋过否认是去互塔利班降落来。I'm aware of the situation. I have nothing further to report at this time. As the matter develops and we develop it, we will update the media. 美国国防部表示，正伫咧厘清事故的原因，目前伤亡的人数也不明，也毋过无高阶官员罹难。路透社引用美国官员的讲法，摔落来飞轮机应该是小型的军用机，庞巴迪 E-11A 型飞轮机，机顶的人员应该是无超过10个人。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一名男性第二自细汉就失去双脚甲正边的手骨，因为行动较无利便，所以无法度抱囝，嘛无法度摇囝，就有专门制作义机的公司利用3D 列印这款技术，甲第二做义机，排解伊的困难，用第二做全能老爸美梦。这个单纯古锥的面甲笑容，就是让丹尼下定决心，要将科技加卡手的动力。But then when I had my little boy, I realised there was a lot I couldn't do. So that led me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about it, and then that's what led me to get one. 这个26岁英国查甫人丹尼·佛罗伦斯，5岁时阵因为着脑膜炎甲刷后的感染，互伊小连续失去双脚、规支正手甲倒手3支指头啊。这么侪年来，丹尼靠坐电动轮椅做线工趁钱。但是因为传统假骹手的外形，互伊无法度接受。后生约书亚出世了后，因为无双手，互伊失去真侪甲约书亚培养感情的机会。因为这份老爸对囝的爱，丹尼认为家己需要一支会当自由活动的手。When he's a bit older and he needs to fasten a zip on his coat, I should be able to do it, whereas I can't now. If it comes to strapping his seatbelt in, for example, I should be able to. 在英国一间专门做3D 科技假骹手公司的斗相共之下，丹尼家己种1/3的钱，互伊总算会当装一支爱10万英国钱，差不多是400万台票的3D 列印仿生物科技手骨，互伊会当美梦成真。So I've only just got the hand, and I'm learning kind of what different grips do. But in its current setting, I should be able to bring my fingers down to make a fist. 虽然丹尼还搁在练习安怎操作这条方形手骨，但是透过科技的协助，已经真期待刷落来会当亲身替约书亚换球珠啊，也是做搁较侪代志。因为科技的进步，改变丹尼的人生，互伊有机会会当做好爸爸的角色，陪约书亚做伙成长。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下半部天气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加12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17度。南部地区上加15度，上悬19度。
东部这边面上嘅16度，上关21度。外岛地区上嘅11度，上关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